各位觀眾朋友，大家好，歡迎收睇十分好書，一個結合 AI 工具嘅閱讀試身室，每日10分鐘，輕鬆揀出最啱你嘅好書。你覺唔覺得而家啲人好鍾意講要獨立思考，要有批判性思維，但係到底咩先叫做思考？有時我哋諗到個頭都大埋，最後得個吉，俾人話你係諗多咗。有時我哋又好快下結論，結果被人話你無腦。到底點樣先算係真正嘅思考？思考同埋想太多之間嘅界線又喺邊度呢？今日要同大家分享嘅呢本書叫做《是思考還是想太多》，作者係紐約州立大學哲學博士暨劍濟。佢將深奧嘅哲學思考轉化做36堂寫俾年輕人嘅思考課，教我哋點樣分辨好嘅思考同埋壞嘅思考，仲有提供咗好多實用嘅思考工具，等我哋喺日常生活入面都可以好似哲學家咁樣有條理咁解決問題。準備好升級你嘅大腦未？我哋即刻開始。第一部分，咩係思考？你識唔識分？首先，我哋要釐清一個概念，到底咩先算係思考？作者話，思考有兩個好重要嘅特點，就係要有組織同埋有目的。好似你望住個窗發呆，覺得風景好靚，又或者回憶緊尋日食過嘅一餐好西，呢啲都唔算係思考，只係一種意識嘅流動。真正嘅思考係當你遇到一個問題，例如你唔見咗條鎖匙，你會開始將已知嘅資訊組織起嚟，回想自己去過邊度，見過咩人，然後得出一個去邊度取鎖匙嘅結論。呢個將資訊組織連結，為咗解決問題或者得出結論嘅過程，先至叫做思考。明白咗咩係思考之後，我哋就要學識分辨思考嘅好壞。好多時我哋會以結果論英雄，覺得諗到個啱嘅答案就代表思考過程係好嘅。就好似一個買股票賺大錢嘅人，我哋就會覺得佢好識投資。但係作者指出，結果啱唔代表思考過程就一定啱，可能佢只係好彩嚇貓撞到死老鼠。如果我哋淨係睇結果，就盲目去學佢嗰套錯誤嘅投資方法，遲早會出事。所以要培養思考嘅鑑賞力，我哋必須要將評價嘅焦點由結果轉移去過程。一個好嘅思考係指一個合理嚴謹嘅推理過程，而唔係單單一個正確嘅答案。只有掌握咗呢種鑑賞力，我哋先至可以真正提升自己嘅思考能力。第二部分，常見嘅思考陷阱，你中咗幾多個？為咗提升思考嘅鑑賞力，作者喺書入面介紹咗好多常見嘅思考陷阱，即係所謂嘅謬誤。學識認得呢啲謬誤，就等於喺大腦裝咗個防毒軟件，可以自動過濾啲有問題嘅資訊。第一個常見嘅陷阱係以偏概全，呢個大家應該都好熟悉，即係用好少嘅證據就去推斷全部嘅情況。例如，你見到兩個法國人好浪漫，就得出所有法國人都好浪漫嘅結論。呢種謬誤通常發生喺我哋對某個群體了解唔深嘅時候，好容易就會因為一兩個例子而產生刻板印象。第二個陷阱係輕率因果連結，即係當一件事發生咗，我哋就夾硬個原因去解釋，但其實兩件事根本冇必然嘅因果關係。例如小朋友扭買新手機，阿媽唔應承，小朋友就覺得阿媽好孤寒。呢個就係將阿媽唔買手機嘅果，輕率咁連結去阿媽好孤寒嘅因。其實阿媽唔買，可能係因為想小朋友學識節儉，或者屋企經濟有困難。如果我哋成日犯呢種謬誤，大腦入面就會塞滿錯誤嘅因果關係，令我哋嘅思想變得好偏激。第三個陷阱叫麥當勞謬誤，
呢個名係作者自己改嘅，源自一個學生為咗證明麥當勞對社會有益，就列舉咗一大堆麥當勞嘅好處，例如提供就業機會、有平價嘢食等等，但就完全冇提麥當勞嘅壞處，好似唔健康、製造垃圾咁。呢種只睇一面，忽略另一面嘅思考方式，就係麥當勞謬誤。喺討論社會議題，好似死刑全廢、核能問題嗰陣，大家最中意就係犯呢個謬誤，只係死抱住支持自己立場嘅理由，對反面意見視而不見，搞到最後永遠都冇辦法達成共識。第三部分，培養智慧思考，打破思想嘅框框。認得呢啲謬誤，避開思考嘅陷阱，我哋嘅思想就變得嚴謹。但係面對人生種種複雜、無標準答案嘅問題，淨係得嚴謹係唔夠㗎，我哋仲需要有智慧嘅思考。作者話，智慧嘅反面唔係愚蠢，而係僵化。僵化即係墨守成規，唔識變通。當我哋遇到困難，覺得走投無路嗰陣，通常都係因為我哋嘅思想被某啲觀念框死咗。例如傳統觀念覺得男主外女主內，如果老公失業，老婆就要負責擔起頭家；老公覺得無面，老婆覺得辛苦，成個家庭就會陷入愁雲慘霧。但係如果我哋有智慧嘅思考，識得跳出呢個傳統框架，諗深一層，其實兩公婆角色互換又有咩問題呢？老公留喺屋企照顧小朋友，可能做得仲好過老婆。只要一家人開開心心，邊個賺錢又有咩所謂？一轉念，問題就迎刃而解。要打破思想框架，第一步就要培養懷疑精神。對於任何看似理所當然嘅觀念，都要抱住懷疑嘅態度，問自己一句：真係咁樣咩？當你發現好多所謂嘅真理，其實都只係社會嘅約定俗成，你嘅思想就會變得自由。自由嘅思想，再配合主動性思考，去發掘問題，提出假設，我哋就可以跳出常規，諗到一啲出人意表嘅解決方法。呢個就係所謂嘅創造性思考。作者強調，創造力唔係靠運氣，而係可以透過不斷練習、不斷跳出框架而培養出嚟嘅。第四部分，總結同行動呼籲。總括嚟講，是思考還是想太多呢本書，用生活化嘅例子，深入淺出咁介紹咗邏輯思考、批判性思考同埋智慧思考嘅重要性。作者話俾我哋知，思考唔係一門高深莫測嘅學問，而係一種可以學習、可以鍛煉嘅技能。透過認識思考嘅本質，學識辨識各種謬誤，培養懷疑精神同逆向思考嘅習慣，我哋每個人都可以成為一個有獨立思考能力、有智慧嘅人。喺充滿不確定性嘅世界入面，對來指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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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呢本書非常適合所有想提升思考能力，或者經常覺得自己諗嘢無邏輯，容易俾人牽住鼻子走嘅朋友閱讀。特別係年輕人，如果可以早啲學識呢啲思考工具，對將來讀書、做嘢，甚至處理人際關係都有莫大嘅益處。今日為大家準備嘅行動建議好簡單。下次當你喺網上睇到一單好誇張嘅新聞，或者聽到朋友分享一個好似好有道理嘅觀點嗰陣，唔好急住去信或者去反駁，
試下停一停，運用今日學到嘅懷疑精神，問下自己呢個觀點有冒犯咗以偏概全、輕率因果連結或者麥當勞謬誤呢？試下從相反嘅角度去諗下，會唔會有更合理嘅解釋？只要你肯多啲做呢個練習，你嘅精錯神經就會越嚟越敏銳，思考能力就會不知不覺間提升。最後，我想問大家一個問題：喺你過往嘅經驗入面，有冇試過因為一時衝動，冇諗清楚就下錯結論，結果搞出個大頭佛呢？如果俾你再揀一次，你會點樣運用書入面嘅思考工具去分析成件事？歡迎大家喺下面留言，分享你嘅經歷，等我哋一齊互相學習。如果你中意呢條片，請俾個 like 同訂閱，亦可以使用 Super Thanks 支持我哋繼續製作好內容。